生活壓力人人都有，但近期老牌屋苑太古城發生母女墮樓案，卻震驚全城。加上早排地產集團精英輕生事件，生命可貴，但壓力難紓，帶俾人好多反思。學堂君今日就從佛家嘅人生八苦，同大家傾下壓力要人嘅問題。相信唔少人都聽過人生八苦呢個佛家理論。八苦即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蘊熾盛。生、老、病、死之苦人人都知，愛別離指人間離合聚散，怨憎會就係人際關係中最折磨人嘅怨恨憎惡，求不得就係我哋經常講嘅理想與現實，或者係目標與現實差距。最後嘅五蘊熾盛又被稱五陰熾盛，指個人身心世界五要素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。色因不平衡而致心火盛。人生八苦係每一個世間生靈都免不了嘅痛苦。前四苦即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主要係身體之苦；後面四種就主要係我哋嘅情緒、心理健康及世界觀嘅內化，亦係同非自然死亡事件密切相關嘅一大問題。都話人生係一場修煉。修嘅正正係後四種內化嘅修為，譬如釋然愛別離，放下怨憎會，看破求不得，就可免五蘊熾盛。當然釋然、看破、放下都係易講唔易做嘅事，否則世間都唔會有咁多心理學、行為學、哲學、宗教等導人走出迷途嘅學科同理論。但係我哋每一人，尤其係成年人，都係自己嘅責任人，對愛別離、怨憎會及求不得都要修煉抵抗力。近期幾宗引起全城關注嘅事件，都同當事人掙扎於求不得，結果五蘊熾盛有關。我哋從小接受嘅教育都係必須競爭、不輸不殆及奮鬥不息，呢種努力爭勝、追求卓越嘅目標管理方法，當然係推動進步嘅招數，但因材施教、因人而異，卻係教育路上最重要嘅宗旨。勉強冇幸福，強扭嘅瓜不甜。呢啲老智慧，人人都可以朗朗上口，但現實卻係依然有太多人不自制地墮入求不得、五蘊熾盛嘅漩渦中。佢哋對目標或理想嘅執着，對勝負與成敗嘅不切實際追求，令自己及身邊人墮入求不得、五蘊熾盛之苦，結果形成對自身更大嘅折磨、更失控與扭曲嘅絕望中。人生八苦係佛家典籍《大涅槃經》就眾生之苦諦提出嘅理論，目的正係教導世人看破身之苦，及早學懂應對生而為人就躲不過嘅不如意。人生於世有目標、有理想、有追求係必然嘅，但揾到適合自己及家庭一齊追求呢啲目標及追求嘅方法更重要。逆水行舟或順水推舟都係前進之道，但舟中人面對嘅困難同壓力卻係天淵之別。學識面對人生八苦，盡早理清愛別離、怨憎會及求不得嘅無奈，你就能夠將人生中嘅不如意及無奈轉化為調整自己嘅目標與心態。講人生八苦並唔係散播悲觀，而係讓大家及早識苦、及早應對，從而更能領略生命嘅美好。生命係一個創造嘅歷程，用適合自己嘅方式同力度去探索，結果會更好。